长陈明通进前带国安局的高层秘密访问泰国，这个消息被公开伫社交平台，敢若是有网络乌客作为。治安专家表示讲，通关的相片想要做手无遐简单，有可能是有心人士漏摄的。若泰国机场的监视系统拢是中国制，伫国外有真侪争议，专家嘛认为讲风险确实会较悬。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，朝向电视壁说出现异常状况，经查才发现原来是予骇客入侵。国安局长陈明通7月去泰国出场，结果入关的相片、佮有住酒店等等的资料，拢予不明的小号放伫网络顶，蛮怀疑是毋是予骇客入侵。 这所谓的入关的身份采集系统，它都是国家级而且非常高安全等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，所以相对而言，它被害啊，或者是被刻意的这个收集的几率是比较低的。通关系统的治安等级通常较悬，要予骇客入侵的几率嘛较低。不过不排除是有心人士挑工把资料予中国的骇客，互因放伫网络顶。另外，泰国机场使用的监视器系统，是由美国来做欧名单的海空卫士，有袂少争议，防入侵的几率嘛较悬。过去曾经发生过一些案子，就是在这个设备厂商他们在出厂的时候，可能已经就有遭到这个骇客的入侵，有做一些这个木马植入的部分。那另外一种就是这个硬体设备本身的安全等级的防护不够。公安局也未针对这件代志做回应。不过，若是这套有真侪争议的监控系统，加上人面的辨识，就会当掌握特定对象的行踪。安尼未来个人的资料流出去，可能都袂是单一事件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